被抓奸了吗？我操！哦，原来主角在这里。大晚上跟跳呀！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最快新聞。今日我哋會詳細報道一宗喺內地深圳發生嘅突發事件。呢單新聞喺網絡上引起廣泛關注，涉及一名男子喺酒店外牆上嘅異常行為。事件經過引發公眾對安全同私人隱私嘅討論，請繼續留意。我哋即刻進入正題。近日喺中國廣東省深圳市，一段短片喺社交平台迅速傳開。畫面顯示一名成年男子身穿單薄內衣喺一間連鎖酒店嘅外牆位置出現。事件發生喺12月14號左右，地點係深圳市內一間名為柏悅嘅酒店分店。呢間酒店位於繁華市區，附近交通便利，行人車輛來來往往。視頻由路邊嘅行人拍攝，長度大約30秒，清晰度高，捕捉到男子嘅整個姿態同周邊環境。畫面一開始就見到男子雙手緊握住酒店大樓上方一塊大型廣告招牌嘅邊緣，雙腳就踩住下方另一塊稍低嘅廣告板，呢個姿勢維持咗好幾秒鐘。佢嘅身體完全暴露喺戶外空氣中，冇任何防護裝備或繩索輔助。背景係夜晚嘅街頭，燈光閃爍，下面嘅行人開始聚集，仰頭張望。有人用手機錄影，有人低聲議論，但冇人上前干預。男子嘅表情看起嚟相對平靜，冇明顯掙扎或驚慌跡象。佢嘅身形中等，估計30至40歲之間，頭髮短黑，皮膚偏白，呢啲細節都喺視頻中清晰可見。呢段視頻一經上傳到微博等等平台，即刻獲得幾萬次轉發同點讚，用戶數以萬計加入討論。起初，公眾對男子點解會喺咁高嘅位置出現感到困惑，因為酒店外牆高度約10米以上，下面係硬地路面，萬一失足，後果不堪設想。根據視頻時間戳，事件發生喺夜晚9點至10點之間，當時天氣涼爽，深圳冬季氣溫大約15度。男子指住內衣喺寒風中堅持咗至少1分鐘以上，先至慢慢移位離開。酒店管理方尚未公開回應事件，但有目擊者話，保安人員喺事後趕到現場，協助男子安全返回地面，過程冇發生進一步意外。警方方面，深圳市公安局嘅初步調查顯示，事件未涉及刑事犯罪，暫時歸類為私人糾紛，但具體詳情未有公開，以保護當事人隱私。進一步分析視頻內容，我哋可以睇到男子嘅動作極其謹慎。佢先用右手試探廣告板嘅穩固度，然後先至將全身重量轉移過去。呢塊廣告板係酒店外牆嘅標準裝飾，材質多數係金屬框架加壓克力面板，用嚟展示品牌標誌同優惠資訊。畫面中，廣告板完全冇晃動或者變形跡象，承受住男子嘅重量之後，仍然保持原狀。呢個細節成為公眾討論嘅焦點。好多網友喺評論區指出，呢種廣告設施嘅建造質量值得肯定。舉例嚟講，有一位微博用戶留言：呢塊牌子真係夠穩，換咗其他地方早就震到掉落嚟。另一位補充，證明咗深圳嘅建築標準高，連呢啲意外都頂得住。呢啲評價唔單止係隨意吐槽，而係基於視頻中嘅視覺證據。男子喺上面站立時，板身冇任何彎曲，證明咗工程師喺設計時考慮咗風載同額外負荷。事實上，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建築法規嚴格，所有商業大樓嘅外牆附屬物都要通過第三方檢測。呢個事件無意中驗證咗呢啲規定嘅可靠性。當然，公眾嘅關注唔止喺廣告板嘅堅韌度，更多人將焦點放喺男子出現喺呢個位置嘅原因。根據多位目擊者同網友嘅描述，事件疑似源於酒店房間內嘅私人衝突。視頻拍攝之前，有路人聽到樓上傳出爭執聲，有人推測係伴侶間嘅感情問題導致男子選擇咁樣逃離現場。呢種情況喺都市生活中並唔罕見。
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工作壓力大，私人關係複雜，好多類似糾紛都喺夜間發生。網上討論中，有用戶分享類似經歷，類似場面見過幾次，通常係誤會引發嘅衝動行為。但我哋要強調，呢啲都係推測，冇官方證實。男仔安全落地之後，據聞佢拒絕接受醫療檢查，只係簡單交代咗幾句就離開現場。酒店前台記錄顯示，當晚嗰房間有3個人入住，身份均為本地居民，冇外地旅客記錄。呢啲資料嚟自酒店內部系統，但由於隱私條例，詳細姓名同聯絡方式未有披露。為咗更全面了解事件，我哋查閱咗相關嘅網絡數據。呢段視頻喺微博上嘅熱度指數超過8萬，相關話題標籤如深圳酒店外牆事件同男子夜間攀牆，分別獲得10萬同5萬次瀏覽。公眾反應分為幾類，一類係關心安全，呼籲加強酒店外牆巡邏；另一類係幽默解讀，話男子嘅姿勢刺激咗壁虎爬牆；第三類則討論社會現象，指出現代人喺壓力下容易採取極端方式處理私人事。舉個具體例子，有網友喺評論區寫，希望當事人冷靜處理，呢種方式太危險，寧願面對面溝通。另一個就話，廣告牌變咗臨時避難所，證明咗城市基礎設施嘅重要性。呢啲留言反映咗公眾嘅理性態度，冇過度渲染或猜測當事人背景。事實上，深圳公安部門喺類似事件中，通常會提供心理輔導服務，確保冇人受傷之後及時介入調解。公眾對呢單新聞嘅熱議，亦都延伸到酒店行業嘅管理。柏譽作為連鎖品牌，喺全國有超過500間分店，以經濟實惠著稱，目標客戶多數係年輕白領。呢次事件之後，有用戶喺評價平台留言，話會重新考慮入住安全，但同時讚揚酒店嘅建築質量。事實上，類似廣告版事件喺其他城市都發生過，例如舊年喺廣州一間商場，有維修工喺高空作業嘅時候，證明咗面板嘅耐用性。呢啲案例累積強化咗公眾對城市基建嘅信心。網友中有工程師背景嘅人分析，呢塊板嘅承重至少200公斤，男子只係暫時負荷，冇問題。呢種專業解讀避免咗盲目恐慌，轉而成為正面宣傳。公眾反應嘅另一面係對男子心理狀態嘅關切。作為都市打工一族，壓力來源多樣，感情問題只係冰山一角。網上心理熱線如深圳心援喺事件後收到相關諮詢增加20%。專家指出，呢類行為多數係腎上腺素驟升導致，事後易後悔。好彩男子安全無虞，呢點係最重要。視頻結尾，佢緩緩移向消防梯，保安喺下方引導，過程有序。呢個畫面成為網友轉發嘅亮點，象指咗城市互助精神。事件調查進展中，警方已經約見當時3個人，了解房間內情況。初步報告顯示冇暴力跡象，只係口頭爭執。呢點嚟自深圳市羅湖區公安分局嘅例行公告，確保透明。酒店方面，透過內部渠道通知住客，承諾加強夜間巡邏。公眾滿意度調查顯示，80%用戶認為處理得當。呢次事件雖小卻典型，提醒咗大家喺私人空間尊重對方，遇事求助而非冒險。繼續跟進網友反應，有位微博大 V 分享：深圳夜景本來就靚，呢個意外加咗一抹特別，但更多人強調安全第一。例如下次記住用電梯，唔好還命。呢啲評論累積成數千條，成為事件嘅輿論總結。視頻原作者係位年輕上班族，佢話拍攝純屬巧合，無意炒作。平台亦都刪除咗少數過火留言，維持討論理性。各位觀眾，感謝你哋收睇今晚嘅最快新聞。我哋致力提供最準確、最及時嘅資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